黃旗舉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，哎呀，華美之威慢咗喎，咁啊前面睇下個形勢會點啦。暴風雷就快閘嘅，咁啊中間呢有皮具大師啦，出邊夢照發啦，走上去添啦。跟住個第4位係盈利寶馬嚟㗎，第5位啦，外邊啊同寶寶啦，華美之威埋邊呢紅衫尾二嘅，暫時殿後63紅眼罩係香港精神嚟㗎。好啦，啱啱第一次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呢佔先嘅馬就暴風雷啊放咗出嚟跑喎，外邊有夢照發啊。咁啊第3位啦，埋邊藍衫啊盈利寶馬啦，外邊第4紫色衫係皮具大師啊。埋邊第5位紅衫呢就華美之威啦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同寶寶、香港精神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咯，咁啊一對大師傅呢就擺咗喺前面喎。暴風雷咁啊貼欄啊自己放頭啦，跟住喺第2位響外邊啊夢照發啊。第3位嘅馬有皮具大師有呢個呢就盈利寶馬啦，皮具大師係外邊第4啦，位置變動上面呢就冇乜喐動嘅。內欄第5位啦，就係呢隻華美之威啊，後邊2匹分別係同寶寶，暫時殿後仍然係香港精神嚟㗎。好啦，咁啊接近對面直路頭咯，前面放嘅馬呢都仲係呢隻暴風雷嘅，跟住喺第2位有夢照發啊，埋邊呢有盈利寶馬啦，咁啊見到外邊啲馬呢走上去咯，第一隻上去香港精神騎咗上去紅眼罩先，攞出去外面有皮具大師，中檔位置尾二呢就係華美之威暫時殿後，同寶寶嚟嘅，向住呢個600米段處進發啦。咁啊前面香港精神走甩咗，大約有個幾身位嘅，暴風雷就跟翻住個第2、第3位華美之威上咗嚟啊，埋邊第4盈利寶馬啊夢照發褪咗落去，尾二皮具大師響後邊呢係同寶寶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香港精神用咗一啖氣啦，走咗上嚟，接嚟一個身位入嚟啊，暴風雷咬住佢第2位，拋嚟後邊有2個身位，第3位華美之威入邊盈利寶馬，再入邊啊皮具大師，最後100零米香港精神仲有1個馬優勢，暴風雷呢就響第2位，拋到後邊甩晒㗎啦，沿欄追啲仲有呢隻皮具大師，中間呢就係盈利寶馬，最後100米到香港精神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，暴風雷跑第2，第3名嘅馬呢盈利寶馬響中間。咁啊出邊追翻上嚟呢，又有夢照發，內欄啊皮具大師，結果喺對面變就第一隻走上嚟，就係有路程經驗呢隻香港精神啊，咁啊都終於贏翻場頭馬啦，都大勝添。暴風雷個第2都拋甩晒㗎啦，第3盈利寶馬響中間，出邊夢照發又上翻嚟，內欄呢仲有皮具大師。佢自己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都好多隻喎。中間聖托里尼，出邊天火同心啊，咁啊埋邊開心馬都快啦。第2位嘅內欄第3有節節有福啊，外邊神州彎月啦，橙衫外邊呢第6位呢就凌利標區，再中檔位置有東方魅影啊，後邊嘅馬匹是有軒軒君子，內欄尾5嘅，後邊4匹馬專家啦，中華威威啦，尾二有心意，灰馬龍有生暫時殿後啊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個天火同心啊，內欄位置就係節節有福噶啦，外邊走咗上嚟第2啦，就係開心馬，第4位中間東方魅影，內欄第5聖托里尼啊，外邊神州灣住啦，橙衫第7位攞出去外邊凌利標區啊，後啲嘅馬匹紅眼罩淺藍衫攞出嚟中檔做軒軒君子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開心馬呢就佔先咗嘅，內欄追佢有節節有福啊，中間有東方魅影，外邊啊凌利標區，中檔位置仲有呢隻軒軒君子啊，最後100米到開心馬佔先，外邊凌利標區上嚟，中間仲有東方魅影，接近終點凌利標區匆匆再戰而贏出呢場賽事。第2名嘅馬呢，咁啊東方魅影啊換一換腳，中間開心馬呢紅衫就斷唔晒，埋邊咁啊黃衫紅帽仲有隻節節有福啊，頭馬係凌利標區，第2名就真係要影啦，開心馬係紅衫嘅，外邊7號黃衫呢就東方魅影，內欄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中間位置機不可失喎。響外邊紅桃新星啦，最出63飛輪霸，內欄建策精英第5位到啦，進佔第4，仲有黃心啊加州得力啊。響外邊呢走上去就多多好馬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內欄藍帽呢，大約尾5、6到啦，就長龍區出邊白衫尾5本能啊。後邊嗰4匹馬盛世威風啦，起馬啦，暫時殿後一隊光輝所願同埋一隻呢就大回報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啦，就係大熱門呢隻飛輪
霸，跟住喺第2位就紅桃新星啊，第3出邊有多多好馬啦，內欄第4呢仲有建策精英啊，第5位黃衫黃帽加州得力，內欄第6長龍區啊，中間位置仲有機不可失，出邊呢就本能啊，後邊嘅4匹馬起馬啦，盛世威風啦，再後邊嗰對啦，紅衫光輝所願，6、3呢就大回報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飛輪霸佔先咗少少噶，紅桃新星呢就開始追佢啦，中檔位置建策精英亦都上緊啦，響入邊啊長龍區啦，外邊追緊上嚟做隻加州得力，最出係本能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飛輪霸已經走甩咗個零身位，紅桃新星第2位啊，埋邊長龍區亦都追緊，中間機不可失，接近終點，飛輪霸一放到底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好近喎，長龍區響入邊，出邊追上嚟，另一隻藍色衫嘅馬係機不可失啊！咁啊，至於第4名係咪紅桃新星嘅機會會較為高啲呢？結果今場賽事大熱門嚟嘅喎，呢隻飛輪霸，結果一放到底啦。第2埋邊長龍區，中間機不可失，一齊影相。第4名紅桃新星，早段好。第2睇4。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真係出閘都快啊！雙影紅嚟嘅喎，響埋邊活力精神啦，6、3超開心啊！中間6、3、12號贏得爽，最出淺藍衫係翠兒威威啊！但係跟住個第6位紅衫有開心果啦，過咗佢嘅馬，有馬冧中間黃衫啊至高心得啊！內欄出閘唔快喎，黑衫係古惑大師啊！咁啊尾4度啦，中檔係隨緣得勝啊，大面箍嘅，後邊3匹馬爭金奪冠呢就橙衫啦，出邊啊君志勝響尾2呢，暫時殿後係閃電戰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超開心啊！響外邊啊翠兒威威啦，守住內欄第3啊，咁啊就係呢隻大熱門嘅雙影紅啊。跟住第4位又贏得爽啦，內欄第5嘅馬仲有活力精神啊，咁啊第6位到啦，仲有至高心得啦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黑衫內欄古惑大師出邊開心果啊，咁啊再後邊嗰4隻隨緣得勝君志成啊，橙衫尾2係爭金奪冠啊，暫時殿後係閃電戰嚟㗎。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，超開心依然係貼欄佔先嘅，外邊翠兒威威呢走上去啦，雙影紅就跟住個第3啦，落後個幾馬位啊，先到內欄第4活力精神，第5贏得爽，第6黃衫至高心得，第7黑衫古惑大師，後邊4隻爭金奪冠啦，咁啊拍住隨緣得勝，後邊3匹馬閃電戰君志成褪內開心果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翠兒威威呢就出咗嚟先啦，外邊追佢嘅馬就係呢隻雙影紅啊，後多層呢先見到有活力精神追啦，內欄上緊嚟呢，咁啊仲有爭金奪冠中間呢仲有呢隻隨緣得勝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雙影紅拋離後嘅對手贏出呢場賽事，翠兒威威呢就跑第2，活力精神第3，第4名係隨緣得勝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都休息咗好長時間，呢隻雙影紅霸住內欄第3出閘快，咁啊亦都係今晚另一匹嘅大熱門馬表現相當好啊，拋離夜馬，翠兒威威第2，第3呢活力精神，第4名係隨緣得勝。日本中央競馬會錦標第2睇2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可期而遇就快閘㗎，咁啊再見到最出嗰邊有自動自覺啦，赤壁內欄啦，出邊黃衫搶埋喺前面，仲有渡月橋啦，咁啊中間天比高啊粉紅帽嘅，俾人夾夾黃衫褪咗落去呢，仲有英俊威風外邊傳承效應啊，最出呢尾5係時尚歡欣啊，尾4內欄淺藍衫宜昌精神啊，後邊3匹馬快活同盟啦，美好夢想啦，暫時殿後年年好運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尾咁滯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係自動自覺啊，渡月橋就跟住第2啦，外邊走咗上去咧有天比高喎，咁啊第3位就渡月橋啦，第4位外邊走咗上去時尚歡欣，中間第5可期而遇內欄第6呢仲有赤壁啊，響出邊傳承效應啊，後啲嘅馬匹啦等緊內欄淺藍衫呢就宜昌精神啦，英俊威風中檔啦，外邊嘅快活同盟後啲先有美好夢想年年好運嗰啲馬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自動自覺就佔先嘅，見到外邊天比高冚上去啊，渡月橋呢就掙咗上嚟㗎啦，再見到外邊呢隻咧傳承效應追啦，中檔位置仲有隻可期而遇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自動自覺走嚟咗，但係1個身位啊，後邊嘅馬呢有渡月橋可期而遇，入邊呢仲有宜昌精神，贏馬嗰匹係自動自覺啊，甩晒韁繩都贏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咁啊呢隻渡月橋臨尾有少少片咗出嚟，可期而遇啊11號響佢外邊追，內欄淺藍衫係宜昌精神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自動自覺就係擺咗喺前面呢，咁啊一放到底啦。好啦，人馬香港再度重遇，再贏啦！全熱門係7，準備
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慢咗一集嗰隻就長勝將軍紅衫嗰匹嚟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間同德威走上去大喎，咁外邊龍之邦跟佢埋，出邊黑衫呢仲有勁進勇士，睇下跟唔跟到佢埋啦。內欄第4位呢仲有沙張奇星啦，中間第5街福區第6位外邊啊仗義啊，後多層嘅馬啦。內欄第7有和道威啦，外邊啊卓越善風啦，尾4紅衫長勝將軍啊，後邊嗰3匹馬啦，始終如一啦，尾2位置加州活力啊，咁啊暫時殿後係康槍之星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隻路頭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龍之邦喎，勁進勇士呢就外邊嘅第2位啊，第3位嘅馬就係黃衫嘅同德威啦，後邊第4出邊街福區，埋邊第5沙張奇星啊，第6位有仗義啊，咁啊第7位嘅馬呢仲有和道威，後邊5匹卓越善風長勝將軍，尾3係始終如一啊，尾2紫色眼罩內欄係加州活力啊，暫時殿後仍然都係仲有一隻大熱門呢，就康槍之星嚟㗎，咁啊過埋呢個600米段柱啦。前面放都仲有呢隻龍之邦嘅勁進勇士啊，第2位、第3位呢，埋邊有同德威啦，街福區藍帽第4啦，內欄第5嘅馬仲有沙張奇星啊，外邊啲馬開始冚咯，有仗義啦、卓越善風啦，中檔黃衫和道威攞出去啦，大外檔嗰邊就係康槍之星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仗義透出咗，外邊呢長勝將軍追緊上嚟啊，出邊仲有2隻，分別係卓越善風，大外檔係康槍之星啊，內欄仲有隻同德威，最後100零米仗義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後邊噶嘛卓越閃風鬥緊長勝將軍，最出仲有康槍之星，贏馬嗰匹係仗義啊，跑第2名，細隻啲嘅，中間俾人夾住咗嗰隻呢，卓越閃風係咪佔先呢？要影嘅，埋邊紅衫10號呢，就長勝將軍，出邊係康槍之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仗義入彎就率先發力，結果掟甩野馬，跑第2名，第一眼望落去呢，卓越閃風細隻啲，但係終點嗰步佢係啄咗落去。入邊紅衫黃帽長勝將軍，出邊黃衫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嗰隻科創世紀夾咗一夾，自己褪咗喺後邊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嘅馬比特星啊，出邊勁者鏟上去，埋邊啊輕功猛男響第3、第4位有3強藍衫嘅，內欄第5橙帽就雷神太保，外邊呢有文武全能綠色衫啦，粉紅衫啊閃電星福啊，後啲嘅馬匹大約尾4係駿馬之寶啊，尾3黃衫啊金進星啊，後邊2匹高將軍啦，同埋一隻呢就係科創世紀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啊嘛比特星放啦，跟住第2位有勁者啊，內欄第3就輕功猛男，第4位呢有藍衫嘅3強啊，內欄第5橙帽係雷神太保啊，出邊啊文武全能啦，駿馬之寶啊，內欄淺藍帽攞出去中檔㗎啦，後啲嘅嘛閃電星福金進星向尾3啊，科創世紀尾二包尾嗰隻高將軍啊，好啦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比特星接嚟咗個幾馬位啦已經，外邊勁者追啲呢，中間位置仲有輕功猛男啦，中檔追有3強雷神太保啊，出邊啊駿馬之寶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比特星佔先少少嘅，輕功猛男呢幾個節目立咗上嚟，後邊嘅馬仲有雷神太保同埋3強，接近終點啦，輕功猛男贏出呢場賽事啊，比特星第2，雷神太保第3，第4名係3強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輕功猛男當然一檔就幫到好多啦，入彎攞出嚟中檔，將比特星趕過贏出呢場賽事。同日4班1,200嘅拆組，拆咗3組，飛輪霸姚本輝贏，輕功猛男亦都係姚本輝馬房贏埋啊！黃旗舉益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朝朝醒快，至尊貴寶快，埋邊12神將，出邊天外迎天啊，外邊仲有隻啊藍衫白帽就合火飛馳，最出橙眼罩就係手到齊來，內欄呢走咗上去第3位呢，仲有哥倫布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先有尾4位置到啦，尾4尾5到啦，仍然威風啊，後邊4匹馬快搏啦，紅眼罩尾3、4到啦，仲有非凡達啊，後邊2匹囂將同埋勁進非凡啊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啊，手到齊來呢就肥噶啦，跟住第2位嘅馬呢，就外邊合火飛馳啊，內欄第3仲有天外迎天啊，第4位外邊啊12神將啦，埋邊啊哥倫布啦，第6位紫色衫係朝朝醒啊，內欄第7仲有至尊貴寶啊，後邊5匹馬仍然威風快搏非凡達，尾勁進非凡響後邊係囂將嚟㗎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手到齊來佔先嘅天外迎天就拱咗合火飛馳出去，埋邊哥倫布夠唔夠位呢？最出啊嗰隻朝朝醒一路內閃上緊嚟，壓埋嚟中間呢就至尊貴寶嗰度啊，出
邊仲有2隻㗎，12神將啦，仲有仍然威風啦，最出仲有隻囂將，最後百零米至尊貴寶響中檔透出咗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。朝醒響中間，出邊仍然威風咧就追咗上嚟。咁啊，至於第4名嘅馬咧，手到齊來埋邊，出邊有囂將啊。結果今場賽事，朝醒有啲內閃，咁但係至尊貴寶重磅都唔怕你啊，一樣響中檔穿上嚟贏。第2名朝醒都唔轉腳㗎啦，內閃同6號嗰隻迎。好，嚟日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都算幾齊插雙嘅，開心勇區好快喎，咁啊喺佢入邊有大學生啦，咁啊再入邊樂勝天下啦，內欄白衫白帽就開心三寶4隻馬比較快嘅，內欄進佔第5喎，立百川都跟前咗啊黑衫嘅，中間仲有銀亮奔騰啊第6位，第7位嘅馬啦，咁啊外邊包裝創新，入邊紅衫白帽咧仲有壯志凌雲啊，後邊4匹馬大千氣象紅海勁啊，暫時殿後一隊藍帽內欄有財有勢，響佢出邊呢係勇霸龍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匹係開心三寶喎，跟住第2位就大學生嚟㗎，落去咗個零馬位，第3位啊內欄位置就係立百川嚟嘅，出邊仲有樂勝天下啦，再後多層啊嘛，外邊第5呢3搭喎，有呢隻深藍衫啊開心勇區啦，中間大面箍第6位仲有銀亮奔騰啊，內欄第7紅衫係壯志凌雲啊，藍白環間衫尾5位置包裝創新，外邊上啲啦，後邊4匹馬紅海勁大千氣象啊，尾二仲係有財有勢，咁啊勇霸龍都仲係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開心三寶仲係佔先啊，大學生就開始拍上嚟挑戰㗎啦。再見到後多層內欄第3位立百川，中間樂勝天下，出邊開心勇區啊，第6位中檔銀亮奔騰選擇走入去喎，響佢埋邊仲有壯志凌雲揈出去外邊追嘅馬有包裝創新紅海勁啊，最後直路開心三寶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大學生追緊，中間樂勝天下亦都上緊嚟，最出嗰邊啊紅海勁啊，馬林中間仲有財有勢嗰啲馬，中檔位置銀亮奔騰，最後百零米開心三寶仲係佔先，銀亮奔騰越衝越勁啊，接近終點，開心三寶擺咗喺前面，一放到底啊，中間銀亮奔騰追上嚟嘅勢都相當勁啊，出邊有財有勢，大外檔係紅海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擺咗喺前面走嘅開心三寶似乎係到啦，銀亮奔騰中間追，出邊有財有勢，最出